好歡迎各位今日同我哋一齊參加港口社區系統嘅啟用儀式，共同見證我哋呢個核心嘅港口基建系統正式係服務。PCS 今日嘅啟用咧，象徵住我哋香港智慧港口朝住從一個系統構建嘅時代，邁向創造價值嘅新階段。PCS 個概念或者個構思一直都喺業界度提倡，政府今次係主動牽頭，亦都咧係同立法會咧係去介紹同埋講解，藉以咧我哋能夠得到立法會嘅財政嘅撥款嘅支持，然後咧我哋會將呢一個嘅系統建構咗之後咧，再推出嚟咧服務返業界，回饋業界。呢個咧係一個好好去體現政府同埋業界共同推動嘅力量。而家我哋將會由1數到3，一眾主禮嘉賓請喺我數完3聲之後，一齊按下你哋前面嘅影像風扇，標誌住港口社區系統正式啟用。1、2、3，港口社區系統正式啟用，祝願香港貨如輪轉。